詠春無一二咧，就唔係乜嘢前人留落嚟嘅詠春口訣或者秘技，而係我喺收集詠春拳嘅過程裏面咧，體會到嘅一個法理。咁首先我將咩詠春無一二擺埋一邊先。我相信好多練習詠春拳嘅朋友，或者係聽到人哋去談論詠春拳嘅時候咧，都會知道或者聽過詠春拳嘅特色。除咗佢嘅中線理論之外咧，另外一樣嘢就係連消帶打。連消帶打。咁消嘅意思咧，就係話消除對方嚟嘅攻擊。我哋消咗佢嘅拳啊，消咗佢嘅攻擊啊，即係化解咗啊，消除咗。打自然咧就係進攻翻啊，打擊翻個對手。咁連消帶打嘅意思就係話消同埋打係同時進行嘅。嗱，有一啲嘅武術咧，佢哋嘅消同打咧係有序地進行嘅，有序地進行，即係有個次序去進行。例如有啲拳就係話，當對手嚟一個來拳嘅時候，佢就會化解，然後進攻，消打，消打。咁呢個咧，亦都係即係一二，或者係消打，消打。咁呢個亦都係一二。咁詠春拳既然我哋係連消帶打，咁我哋點樣去展現出嚟咧？我個人嘅理解咧，係可以分開兩隻手去使用出嚟，或者係用一隻手去使用出嚟。咁首先講嘅兩隻手，我自己嘅理解，好多時我哋練習或者應用嘅時候，會用到攤打、攤手衝錘、攤打。或者係拍打，OK， 可能係撳打，OK， 甚至乎係立打，OK， 立打。咁如果係咁樣去應用嘅時候咧，咁佢就會係一二。咁如果要做到連消帶打嘅話咧，咁就要消打係要同時去執行啦。咁所以當我哋做一個攤打嘅時候，就會係攤打，就會係同一時間去出嚟，而唔係一二，而係要一。OK， 咁隨時要除嘢嘅時候就係要一嚇，咁或者係拍打嘅時候就一就係一。立打一立打，咁要同時去執行先至可以做到連消帶打。所以喺我哋練習基本功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會將呢一個動作養成一個習慣，令到我可以產生咗一個肌肉嘅記憶 ，build up muscle memory。咁所以每次出手嘅時候，好自然地就會係一齊出嚟打，咁就會係連消帶打。咁如果喺一隻手裏邊去執行嘅時候，又會點樣展現到連消帶打咧？例如我要出一個日字衝拳，咁喺我另一條短片日字衝拳裏邊咧，其實我談及到我哋廣州詠春係會應用到拳過指五嘅。咁即係話我出嘅拳時候咧，就係要透過截擊咗對方嘅拳，然後咧係繼續打出去，同一時間去攻擊。咁呢個咧就係截擊同埋攻擊係同一個招式去進行去執行嘅。咁呢個亦都係展現到詠春嘅用中、守中同埋搶中嘅概念。用中就係話我要打對方嘅中線啦，守中就係我嘅拳係要歸爭去打出去，咁先可以打到出邊，然後搶翻條中線去繼續進攻。咁所以咧呢個拳咧就係
過咗指認之後，截擊咗對方，將佢嘅手射咗去側邊，然後我哋繼續去進攻，咁然後先可以做到連消帶打。咁呢個就係用日字衝拳去做到連消帶打。咁除咗打拳之外咧，廣州詠春仲有第二啲招式咧，都係可以展現到一隻手去執行連消帶打嘅。例如就係我哋嘅嗰套木人樁嚇，咁裏面有啲招式嚇，其中一個咧就係一隻手鏟埋去。咁有啲即係初學嘅學員，或者係一啲唔認識嘅，即係就咁睇啲視頻啊、video 啊咁樣，咁咧就誤會呢一個招式咧係去就咁單純去截擊對手嘅一拳嚇，咁呢個咧就會係即係直覺咁樣去截埋去鏟埋去。嗱，呢個應用喺出嚟咧係可行嘅。當人哋有攻擊你嘅時候咧，我去截擊咗個對手，只不過咧呢個係要透過力量去執行。咁呢個咧就唔配合詠春本身嘅拳理，就係唔係去對抗，而係透過卸力去同人哋去交手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係咁樣去執行嘅話咧，咁呢個係純粹係力量，力大者勝。咁呢個拳係點打法嘅咧？呢一招式其實呢一招式咧係向前打過去，向前打過去，然後將對方嘅力卸咗去側邊，同一時間隻手就去鏟埋去，咁就可以鏟佢嘅頸，鏟佢嘅面門。咁呢一招打出嚟嘅時候咧，其實係咁打法。咁係截擊咗，然後打出去，所以就係連消帶打嚇。咁係一個動作去組成嘅。咁同我哋打個日字衝拳嚇，都係相同嘅原理。咁廣州詠春亦仲有其他嘅招式都係可以做到呢一個連消帶打嘅。咁喺我哋練習基本功嘅時候咧，我哋就係要養成呢一個習慣，然後去產生個肌肉記憶。當你兩隻手出去嘅時候咧，就係同時打出去。一隻手出去嘅時候咧，就要知道嗰個用力點嚇，同埋嗰個方向係點樣走法，咁然後做到連消帶打。咁話雖如此，having said that， 就唔係任何情況都係要連消帶打嘅。學咗連消帶打就乜都連消帶打，唔係嘅。因為喺臨陣對敵嘅時候變化萬千，每一招式出去咧，都係需要喺唔同嘅環境去配合，你先可以發揮到個招式。咁假如對方去嚟一個偏身衝拳，咁嘅時候咧，可能我就會發揮唔到連消帶打。原因就係話喺呢一度個距離唔同咗，個距離除咗隻手之外，仲多咗個膊頭嘅距離。第二就係話對方面對你嗰個嘅可以攻擊嘅點咧，亦都係少咗，得咁窄嘅啫，唔係咁闊。咁喺呢個時候，你想象如果對方嚟一個偏身衝拳，你打出去，咁啊仲點可以連消帶打咧嚇？你仲做個攤掌衝捶嘅話，因為你嘅手都唔到。咁喺呢啲情況之下，我哋自然就會用第二啲方法，就會係1、2，可能係截擊咗先，進馬，再做第二啲嘅動作，咁係可以1、2、3、4、5、6嘅。所以咧就唔係話固執地學咗就係連消帶打，而係學到連消帶打之後咧，就多一個選擇，多一個選擇。你喺適當嘅情景之下，你就應用翻連消帶打。如果一個環境唔配合嘅話咧，我哋就會做翻其他嘅動作嚇，然後配合翻。咁呢個就係我對連消帶打嘅體會，或者我叫佢做詠春無一二。多多指教。